我的台湾话课本，作者Khuat Tsû-im。阮做学生的，伫年尾的骹斗，可比一只干乐仔，酷酷啊洗啊洗，一个撇报告，一个话讨论，类似永远都无收煞的款。毋过，伫咧准备一个田野调查的时，无张持甲我国校仔台语课的记忆总甲捡倒转来。我是国校仔有台语课的迄阵，会记得迄阵台语课一礼拜简单一节，虽讲是安尼，毋过逐回伫上课的时，大家拢真欢喜的款。可能是上课伫使用的语言是咱平常时就伫用的迄落日常深识的台湾话。伫新竹会用伫街仔路不止接通听到台湾话，参学校嘛是。虽讲即马华语较强，毋过伫遮台湾话甲华语是有得比拼的哦。若照我早前的观察是安尼。会记得大学2年的时，我捌选修一门甲课程相倚，号做台语教学的课。这门课甲一般教育学程的课相像，不过简仅差伫使用的语言尔定。期尾，阮予老师要求爱上台试教。伫准备的时，却发现讲，即摆的台语课甲我早前的有了真差。名是排点头页，我迄阵是用金暗版号做台语，毋知伫时去互改做闽南语的就对。毋过细汉的时较接咧用台语即个，接煞的是会当伫教阮教的老师。隔年的时，拢嘛教阮班的老师兼任伫教。听后高年的时，才换做一个听人咧讲功夫不止好的老师。到呾毋但爱有迄张教师证，嘛爱台语认证Me2考调，才会当得来教。太讨有精彩咧！简单讲是正式的吹杀。头仔讲的是我国校仔的记忆。到大学入学进前，甲台语哪来哪罕咧有交叉，中午有6档的冷芳，大部分的时间拢踮学校，较接咧甲人直接的语言是现主时较强势的华语。台湾话就哪来哪无咧用，就来拍远。上在6档了后，阁有迄落缘分。有迄个机会，好好倒转来学即个语言台湾话。只若甲翻头回讲，打读台文系特别3档，敢有好好甲台湾话顾好，缀伫菜好在，也是甲还袂入来的时共款，逐工默默收度日子咧。我感觉会当伫甲特别3档的经验切做3过。头仔开始，拢嘛咧等老师开喙甲阮要求，这是头坎。听后若生甲有趣味的清芳，就会家己去并册妄揣线索，四界超通吸收的物来看，无过受到老师课程的限制。这是第2坎。接煞的是落尾迄坎，即马还咧拼，袂当伫讲下过第3坎。毋过真会用伫讲知影较大的方向，甲会行对倒的趋势，上时嘛是真学伫做甲到的。
甲册参老师讲的总甲吸收起来，家己过烦草几若回，互迄寡知识转做家己的梦，用点咱的生活。譬如我要是学生仔，敢有迄落才调甲勇气，用台文来写报告，搁真自然地用台语来发表咧。这是我家己设的第3项。甲有形的册内底问吸收搁翻草，册就挺好，会用伫刻一边，落尾手就去做，加用点咱的生活，换做迄本叫做生活无形的册来读。